哇哇哇！年屆71歲嘅成龍近期真係醜聞不斷啊！首先又偷摸容祖兒嘅背脊啦，跟住又俾武術指導火星張榮發公開指責佢唔係一個好老闆，而翁靜晶亦都大爆當年同成龍頻頻合作嘅劉家良曾經因為醉拳二變雙導演而感到唔開心啊！最近成龍早年公開串爆李小龍嘅片段，亦都喺社交網絡翻 hit。喺片段入邊，成龍學李小龍咁出拳揮腿嘅叫聲，亦都直指觀眾已經體驗咗啦，叫大家唔好再學李小龍。佢又話啦：我成龍式嘅功夫比李小龍嘅功夫難100倍。跟住翻 hit 影片嘅開頭，就見到年輕嘅成龍就直指大家千祈唔好再學李小龍啦，真係㗎。佢就模仿李小龍嘅招牌叫聲，又就話好難睇啊，觀眾體驗晒啦。主持人又問佢啦：咁如果你同李小龍喺同一個歲數，你哋兩個邊個會贏啊？如果狀態一樣嘅話，打起嚟又會點啊？成龍就笑住話：等佢贏啦。跟住亦都暗示李小龍唔係佢嘅對手。佢話：我比李小龍塊頭大啊，亦都比佢高啊。李小龍嘅肌肉好熟，我嘅肌肉都唔差㗎。然後佢再補充啦，佢話李小龍係單筆，我成龍係雙筆。佢話李小龍被過度神話啦，一邊變咗個截拳道出嚟。佢話我其實都係做龍拳道㗎，但我唔做啫嘛。跟住就再表示啦，自己嘅成龍式功夫比對方李小龍嘅難10倍。佢亦都話李小龍嘅李三腳俾人吹得太大。佢話我哋喺學校已經踢咗成10幾腳啦。今次嘅事件唔單止係娛樂圈嘅口水戰啊，更加係一面鏡子，反映出成龍到底係一個點嘅人。而我哋其實喺生活入邊又應該點樣做？點樣去待人接物？所以我都想講下點解成龍唔應該咁樣公開批評李小龍呢？首先，其實佢應該尊重前人，而呢個尊重前人係一種風度。事實上，李小龍佢係武術同埋文化嘅先驅，佢嘅貢獻完全唔能夠抹殺。喺李小龍之前，其實荷里活或者美國，甚至乎全世界，亦幾多人識得香港嘅電影、香港嘅功夫。喺李小龍成名嘅時候，成龍其實仍然做緊一個小配角，甚至乎一個跑龍套茄喱啡。所以成龍佢有唔同嘅功夫風格冇問題嘅，我哋可以尊重。但係佢絕對唔應該去批評李小龍。所以生活上我哋其實尊重前人係一種風度，無論喺職場啦、喺家庭啦、喺社交圈入邊，就算你幾咁能力出眾，我哋都唔能夠，亦都唔應該輕視或者貶低啲前輩。始終前輩就係前輩，前輩有佢前人嘅貢獻，可能佢一年紀老咗，體力差咗，腦筋冇得轉咁快，咁但係唔代表佢以前冇一啲豐功偉績。所以我哋其實面對前輩，好應該係謙虛請教，而唔係去肆意批評嘲笑。第二，我哋其實表達意見冇問題嘅，但表達意見亦都要有分寸。李小龍呢個片入邊，佢模仿李小龍嘅叫聲，又批評佢嘅武術風格過時，亦都絕對令人反感。因為佢講嘅語氣、場合同態度都係令人討厭，令人覺得佢輕視、唔尊重李小龍。如果佢用一個客氣啲嘅態度去分析，佢話：誒，
李小龍嘅硬橋硬馬嘅功夫，佢自己就係一種雜耍式嘅功夫，表演形式居多等等，咁樣分辨謙虛分享，相信大家都唔會咁反感。但係佢成日都係表達意見冇分寸，所以令到人好討厭。我做人就係有陣時，其實講啲咩唔係最重要，點樣講先係重要。點樣講就係講緊説話嘅態度。成龍喺呢方面嘅溝通技巧真係有待改善，而且自信同自大好多時都一線之隔。成龍自稱自己嘅功夫比成龍勁10倍，暗示自己更勝一籌。當然自信係一種魅力啊，但係自大就令人反感啊嘛。佢過度抬高自己，就慢慢失去人心。實際上近10年、20年，成龍有幾多套電影係真係受歡迎，喺國際上備受稱譽。好多時佢香港上嘅電影已經唔受歡迎，大家罷睇唔想睇。正正唔係因為佢冇咗佢嘅功夫，而因為佢嘅態度過度自大。事實上，第四，作為公眾人物嘅言論影響力真係好巨大。佢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佢就更加要去小心去講嘢，因為佢每一句説話都係可以影響緊公眾，亦都同時間被觀眾或者公眾去批評、去討論。佢要諗清諗楚自己嘅言行，因為佢唔係一個小人物，而係一個公眾嘅人物，甚至乎好多時話係代表香港嘅一個公眾人物。咁作為香港嘅標誌，香港嘅 icon，佢到底有冇好好咁代表香港嘅特色呢？實際上最重要、最重要就係風格唔同，其實唔代表優劣。李小龍佢偏向實踐嘅哲學，而成龍其實偏向動作嘅喜劇，本身係各有千秋，唔需要去批評其他人嘅風格，因為咁樣反而暴露咗佢自己幾咁狹隘。真正嘅高手其實唔需要貶低他人嚟抬高自己，謙遜唔代表懦弱，而成熟同埋自信嘅表現。希望成龍年屆71，可以真係做翻一個好嘅前輩，真係可以去提攜新人，同時間亦都可以照顧翻昔日為佢出生入死嘅好兄弟。更重要、更重要就係佢注意言行，做翻個好嘅公眾人物，好嘅榜樣，成為代表香港。咁希望佢代表緊香港嘅好嘢，而唔係令香港蒙羞或者出醜。你又點睇成龍同埋李小龍嘅關係？成龍又應唔應該批評李小龍？歡迎留言 comment 話俾我知你嘅意見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